今日會講下觀眾提議嘅話題，霍爾木茲海底電纜。呢條片會講伊朗點樣由石油收費進化到數據收費，維修拒絕，點解危險過設電纜，同埋呢件事同你日常用嘅雲端服務有咩關係？伊朗向海底光纖電纜收費嘅提案，法律上冇理據，執行上行唔通。但係佢已經生效咗，因為真正嘅武器唔係收費單，係全球最大嘅鋪纜公司暫停咗波斯灣所有維修工程，即係話任何一條電纜嘅自然故障，由而家開始都可能變成長期損壞。伊朗唔使剪一條線就可以令波斯灣嘅數碼基建慢慢失效。背景係咁嘅，美伊衝突令波斯灣嘅安全環境急劇惡化。4月22號，法國阿爾卡特海底電纜公司首次發出不可抗力通知，暫停維修。到5月18號確認暫停，仲係生效。同一日，伊朗新成立嘅波斯灣海峽管理局開設官方賬號，宣稱未經授權通過海峽屬於非法。維修暫停同收費制度係伊朗策略嘅兩個方面，唔係因果關係。我哋之前嘅影片講過，伊朗點樣向經過霍爾木茲嘅郵輪收費。而家佢發現同一條海峽底下仲有第二樣嘢可以收費。你而家拎起部手機，打開銀行應用程式，做一筆跨境轉賬。呢筆交易嘅數據會經過海底光纖電纜傳到另一個國家嘅伺服器，完成清算，再傳送返嚟。全球超過90%嘅洲際數據流量唔係航衛星，係行海底電纜。你公司用嘅 Google 辦公套件、微軟365視像會議背後嘅數據都行同一條路。呢啲電纜承載咗咩？銀行清算信息、雲端服務、軍事通訊、數據中心之間嘅連接。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就係處理銀行之間跨境支付嘅嗰個系統，每日傳輸超過4000萬條信息，全部經海底光纖。伊朗官方媒體嘅講法係10萬億美元嘅寶藏就喺海峽底。呢個數字要澄清，10萬億係全球每日經海底電纜嘅金融交易總量，唔係淨經波斯灣嗰幾條。波斯灣電纜佔全球帶寬唔夠1%，但伊朗官媒刻意將全球數字同本地電纜混為一談，令自己嘅籌碼聽落比實際大好多。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區域大約有7條主要海底電纜，由亞洲去歐洲去非洲，中間經過波斯灣。但有一個好關鍵嘅事實你要記住，呢7條入面只有2條真正穿過伊朗領海，其餘全部刻意走阿曼嗰邊。點解？因為國際電纜公司好耐之前已經知道伊朗係安全風險，所以鋪纜嘅時候特登繞開伊朗嘅海岸線，將電纜集中喺海峽南面嘅阿曼一側。阿曼傳統上係區域嘅中立方，佢嘅海岸線成為咗呢啲電纜嘅避風港。穿過伊朗水域嘅得2條，一條叫 Falcon 服務波斯灣國家同印度，一條叫海灣國際電纜連接所有波斯灣國家。Telegeography 嘅研究總監摩甸確認，霍爾木茲嘅電纜佔全球國際帶寬唔夠1%，1% 聽落好細，但全球帶寬嘅佔比唔係重點。重點係，如果呢1% 斷咗，邊個最痛？答案係波斯灣國家、印度嘅外包行業同東非佢哋嘅互聯網同銀行服務會直接受影響。全球互聯網整體唔會斷，但呢啲國家會經歷延遲上升同冗餘度下降。由4月到5月，伊朗做咗一連串動作，呢個時序要睇清楚。4月22號，伊斯蘭革命衛隊嘅關聯媒體塔斯尼姆通訊社發表文章，附上一張海底電纜嘅詳細地圖，逐條標出波斯灣國家嘅數碼基建。呢篇文章話，海底電纜係伊朗嘅致命弱點。同一日，阿爾卡特因為安全環境惡化，向客戶發出不可抗力通知，暫停波斯灣嘅維修作業。呢個暫停嘅直接原因係戰爭風險，唔係收費。但塔斯尼姆嘅文章同阿爾卡特嘅暫停同日發生，時間上唔可能係巧合。5月9號，伊朗軍方發言人佐法加里喺社交媒體宣布，我哋會向海底電纜收費。同一日，塔斯尼姆通訊社刊登一份3步實施方案。第1步，向電纜營運商收牌照費。第2步，要求 Google、微軟、亞馬遜、Facebook 母公司4間美國科技巨頭受伊朗法律管轄。第3步，所有電纜嘅維修同保養一律由伊朗公司獨佔。5月10號，伊朗海軍確認已經將加迪爾級迷你潛艇部署入霍爾木茲海峽。
呢款潛艇係專門為海峽嘅淺水環境設計嘅，可以執行水下破壞同偵察任務。波斯灣嘅水淺、鹽度高、商船密集，令到一般嘅反潛聲納好難運作。呢啲迷你潛艇可以坐喺海床上唔喐，等目標經過先行動。除咗潛艇、革命衛隊，仲有戰鬥蛙人同水下無人機。更加關鍵嘅係，伊朗嘅賈斯克電纜登陸站有附近所有電纜路線嘅詳細圖表，即係話伊朗確切知道每條電纜喺海床上嘅位置。5月14號同15號，兩個伊朗議員先後發言，一個形容海峽係上天恩賜嘅寶藏，要向電纜收年費；另一個估計收費收入可以達到150億美元。5月18號，兩件事同時發生，伊朗新成立嘅波斯灣海峽管理局開設官方賬號，宣布開始運作。阿爾卡特確認不可抗力暫停仲係生效。你睇到個規律未？革命衛隊媒體開路，軍方撐腰，議會合法化，行政機構制度化，同伊朗之前向郵輪收費嘅做法完全一樣嘅模式，先發放信號，再建立制度。但係呢次有一個之前冇嘅新元素，收費本身行唔通，點解？2個字，制裁。美國制裁法明確禁止美國企業向伊朗國家實體付任何款項。Google、微軟、亞馬遜、Facebook 冇公司冇一間可以合法繳費，俾錢等於違反聯邦法，唔俾錢就面臨基建中斷。而且唔止美國公司，其他國家嘅企業如果向伊朗付款，一樣面臨美國嘅2級制裁。即係話，無論你係邊國嘅公司，呢筆錢你交唔到，呢個係一個設計出嚟嘅死結。伊朗知唔知道冇人可以俾到錢？知。分析師嘅共識係，伊朗完全清楚呢個法律死結。NetBlocks 嘅研究總監 Meta 直接講，呢個收費嘅本質係保護費，同向郵輪收嘅嘢一樣。彭博經濟研究嘅中東主管 Esfandiary 嘅分析更加直白，目標係令全球經濟承受高到冇人敢再攻擊伊朗嘅代價。但都有分析認為，呢啲動作未必全部係精密嘅國家戰略。革命衛隊推動收費，可能有自肥嘅成分。3步方案嘅第3步係維修由伊朗公司獨佔，呢個直接等於令商業利益流入革命衛隊旗下嘅企業。議員爭相提150億美元嘅收入估算，部分可能係喺國內選民面前表演，唔係每個政策都係長遠佈局，有時候係官僚機構各自嘅利益驅動。不過動機同效果係兩回事，呢個先係今集嘅核心。收費唔係武器，維修拒絕先係核心。我哋一齊睇呢組數字。波斯灣本來有5艘電纜維修船，而家剩返1艘。阿爾卡特係全球最大嘅海底電纜鋪設同維修公司，佢宣布不可抗力暫停作業，等同波斯灣嘅電纜冇人維修。由美國社交媒體巨頭主導嘅一個大型海底電纜計劃，原本要喺波斯灣鋪新線，都暫停咗。全球總共只有大約60幾艘專業電纜維修船，呢個數字10幾年冇增長過。2004年到2010年，全球新造嘅維修船數量係0。2011年到2020年5艘，而家呢啲船大部分都老化緊。到2040年，大約一半會到使用年限要報廢。但同一段時間，全球海底電纜嘅總長度預計增加48%，即係話船越嚟越少，電纜越嚟越多，缺口越嚟越大。你可能會問，美國海軍可唔可以派船去維修？答案係美國海軍得1艘專業電纜維修船，已經超過42歲，接近報廢。全球最大嘅海軍強國喺海底電纜維修呢件事上面，能力同一間中型私營公司差唔多。因為電纜維修從來都係私營行業做嘅嘢，政府同軍方冇投資過，而家先發現呢個缺口。維修一條海底電纜通常需要2到3個星期，但喺衝突區域，呢個時間可以拖到幾個月甚至更長。維修船要喺故障位置上方長時間定位，先可以將電纜撈上嚟，切除損壞嘅部分，接駁新嘅一段測試，再放返落海。喺爭議水域，呢種長時間靜止嘅狀態，令維修船變成好明顯嘅目標。國際電纜保護委員會每年記錄大約150至200宗電纜損壞事故，大部分係漁船拖網或者商船拋錨刮過海床造成嘅。呢啲唔係攻擊，係正常損耗。正常情況下，維修船2、3個星期維修好，用家可能完全感覺唔到。但而家波斯灣嘅維修船唔入嚟，即係話下一次自然故障，無論發生喺邊條電纜，都可能變成長期損壞，而且唔止一條，
每次故障唔維修，冗餘度就降一格。第一條斷咗，流量可以繞路；第二條斷咗，繞路嘅容量開始唔夠；到第三條出事，系統冇緩衝空間。真正嘅危險唔係單一故障，係累積效應。呢個結構同我哋之前分析過嘅保險邏輯係同一個道理。當保費升到禁止性水平，冇保險等於冇港口收你嘅貨。物理上未封鎖，但係商業上用唔到。而家嘅邏輯一樣，維修船暫停，電纜物理上仲喺度，但一旦損壞就維修唔到，唔係封鎖，係自然退化。呢個唔係假設。2024年2月，紅海發生過一次。胡塞武裝用導彈擊中英國貨船 Ruby Ma， 船漂流期間錨喺海床上拖過，切斷咗3條海底電纜。結果亞洲、歐洲同中東之間大約25% 嘅互聯網流量中斷，其中一條電纜花咗5個月先維修好。5個月，因為維修船冇辦法安全進入衝突區域。到今日，紅海仲有電纜未修復。2025年9月，紅海再次發生電纜切斷，影響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阿聯酋嘅互聯網服務，微軟嘅雲端服務喺中東地區出現延遲。而家波斯灣嘅情況同紅海一樣，維修船唔敢入嚟，任何損壞都會拖好耐先維修到，甚至維修唔到。我將呢個現象叫做維修拒絕。呢個唔係行業嘅標準用詞，係我哋嘅分析框架。意思係你唔使攻擊基建本身，你只要令維修系統癱瘓，基建就會因為自然損耗而慢慢失效。更加微妙嘅係意外同蓄意破壞嘅分界線從來都好模糊。國際電纜保護委員會嘅數據話你知，大部分電纜損壞都係錨同漁網造成嘅。一個擅長可以否認嘅行動嘅國家，只要派一條船喺已知嘅電纜路線上面拖一下錨，效果同蓄意切線一模一樣，但你冇辦法證明佢係蓄意嘅。因為漁船拖網每日都喺度發生。伊朗引述埃及做先例，佢話蘇伊士運河每年靠電纜通過費收幾億美元。如果埃及做得，點解伊朗做唔到？呢個比較正暴露咗伊朗方案嘅根本問題。蘇伊士運河係一條人工水道，建喺埃及領土上面。嚴格嚟講，電纜唔係經運河水道，而係經埃及領土嘅陸上光纖走廊通過。電纜公司主動申請通過，雙方議價簽合約，埃及電信收嘅通過費佔佢總收入大約7%到17%。呢啲錢係合法嘅商業收費，因為有一個前提，埃及從來冇威脅過切斷任何一條電纜，信任係收費嘅前提。霍爾木茲海峽係自然水道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7到44條規定，國際海峽嘅通訊自由不可中斷。1949年國際法院嘅科夫海峽裁決確認，即使喺武裝衝突中，國際海峽嘅通行權都不可暫停。倫敦大學國際法教授帕尼科洛普盧直接話，追溯向現有電纜收費又唔合理又唔成比例。呢度有一個值得留意嘅法律細節，伊朗同美國都冇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。伊朗引用嘅係公約第79條，話沿海國有權對領海內嘅電纜訂立條件。但係呢一條同第37到44條嘅國際海峽制度係分開嘅。伊朗揀咗對自己有利嗰條嚟引用，忽略咗限制佢嘅嗰幾條。仲有一樣嘢，伊朗一邊話要向全世界嘅互聯網收費，一邊封鎖緊自己國民嘅互聯網。2026年1月開始嘅全國互聯網封鎖，到5月已經持續超過4個月。伊朗通訊部長自己承認，大約1000萬人依賴穩定嘅網絡連接揾食，封鎖每日令經濟損失相當於3000萬到4000萬美元。向全球收費同封鎖自己人民嘅連接，呢兩件事嘅邏輯其實係一樣嘅。數碼基建對伊朗政府嚟講係國家控制嘅工具，唔係服務人民嘅基建。退一步睇全局，而家紅海同波斯灣同時對商業交通關閉，歐洲同亞洲之間嘅海底電纜主要就行呢兩條路，兩條路同時出事，歷史上從來未發生過。你要理解呢件事嘅規模，紅海有14條以上海底電纜，波斯灣有7條。如果你由亞洲發一封電郵去歐洲，數據多數行呢兩條路，其中一條你公司用嘅雲端服務背後嘅數據都行同一條路。而家兩條路嘅電纜維修都出咗問題，紅海嗰邊2024年同2025年嘅損壞，仲有部分未維修好。波斯灣呢邊維修船撤走咗，呢個唔係兩個獨立嘅問題，係同一個問題嘅兩面。當衝突區同電纜走廊重疊，冗餘度會由兩邊同時收窄，
美國科技公司喺波斯灣建咗大量雲端基建，亞馬遜、微軟、Google 嘅中東數據中心，全部經波斯灣電纜連接外界。3月初，伊朗無人機襲擊咗阿聯酋同巴林嘅亞馬遜雲端設施，呢啲價值數十億美元嘅基建，而家困喺兩個同時發生嘅衝突咽喉之間。但呢啲動作對伊朗自己都有代價。海灣國家已經開始急建繞道，據報沙特投資8億美元建一條經敘利亞嘅陸上光纖，卡塔爾投5億美元行伊拉克同土耳其，阿聯酋投7億美元經伊拉克嘅混合光纖。Google 有一條經約旦同以色列嘅電纜繞過蘇伊士，目前仲運作緊，有人叫佢做數碼救生艇。歐盟撥咗47億歐元推出海底電纜安全計劃，包括建立維修船預備隊。美國國會今年3月引入戰略海底電纜法案，跨黨派支持，要求總統對蓄意損壞電纜嘅人實施制裁，同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。呢啲全部係伊朗行動嘅成本，佢嘅收費威脅加速咗海灣國家嘅數碼脫鈎，觸發咗國際立法，令自己喺數碼領域進一步孤立。幾十年前，海灣國家建咗石油管道，繞過霍爾木茲，而家佢哋先發現數據呢樣嘢，從來冇人做過同樣嘅準備。一旦繞道建成，伊朗嘅數碼籌碼就會同石油籌碼一樣慢慢貶值。同時，海底電纜嘅佈局都喺度一分為二。中國嘅恒通集團旗下 HMNTech 建咗一條由巴基斯坦去非洲再去歐洲嘅電纜，刻意繞開西方管轄區。中國官方話呢條線係第一條中非直連光纖路由，但美國施壓盟友排除呢間公司，將佢踢出一個主要國際電纜項目嘅建設財團。海底電纜嘅供應市場正喺度分裂，法國阿爾卡特同美國 Subcoms 一邊，中國 HMNTech 另一邊。中國嘅整體造船能力遠超美國，潛在嘅維修船建造能力都係。當西方嘅維修能力跟唔上，中國嘅能力喺度擴張，長遠會改變邊個維修得到電纜，邊個維修唔到嘅格局。伊朗嘅收費行為，客觀上加速咗呢個分裂。呢件事同你有咩關係？你可能覺得霍爾木茲好遠，但係連接香港同歐洲嘅主要海底電纜之一，全長25000公里，喺鶴咀登陸，由電訊盈科負責香港段。呢條電纜穿過中東。2024年紅海事故嗰次，佢係受影響嘅電纜之一。當時亞歐及中東之間25% 嘅流量中斷。而家電訊盈科已經參與緊下一代嘅替代電纜計劃，由香港去意大利，會經陸上路線繞過紅海同波斯灣。呢個計劃本身就話你知，業界對現有路線嘅信心已經動搖。香港有12條海底電纜，連接力唔算弱，直接斷網嘅風險好低。但問題唔係斷唔斷，問題係慢幾多，同呢個慢嘅成本最終去到邊？你日常用嘅雲端服務 Google 辦公套件、微軟365、視像會議，背後嘅數據都要經海底電纜去到外國嘅伺服器。如果中途嘅電纜出事要繞路，延遲就會增加。對普通用家嚟講，可能只係開檔案慢咗少少，但係延遲嘅連鎖效應唔止咁。喺高頻交易嘅世界入面，1毫秒嘅優勢每年值1億美元。有公司花3億美元專登建一條光纖，只為減少3毫秒嘅傳輸時間。你喺香港做一筆跨境交易，數據要去到倫敦或者法蘭克福清算，如果中途要繞路，延遲增加幾十毫秒，高頻交易同即時清算系統嘅執行效率就會受影響。而且，如果全球數碼基建嘅保費上升，電纜營運商嘅成本增加，呢啲成本最終會轉嫁電信費、雲端服務費、金融交易費用，每一層都可能反映呢個結構性變化。你唔會見到一張單寫住海底電纜風險附加費，但你可能會見到各種服務費微微上調，而你唔知道原因。而家紅海同波斯灣嘅電纜冗餘度同時下降，如果香港嘅歐洲同中東連接再出事，後備選擇少過以前，呢個唔係危言聳聽，係結構性風險嘅變化。伊朗由向郵輪收費進化到向海底電纜收費，同一個地理位置，第二層控制權，收費本身行唔通，但維修拒絕已經生效。阿爾卡特暫停嘅一刻，波斯灣嘅數碼基建就開始進入倒數，唔係因為有人切線，
而係因為冇人維修。我覺得維修拒絕呢個結構會成為未來10年數碼基建嘅新常態風險。唔止海底電纜，任何依賴持續維修嘅基建，只要維修系統中斷，就會自然退化。希望呢條片解答到你嘅問題。我係港人港事，我哋下次見。